Hello， 大家好。今日我會介紹我哋嘅作品 RFID 智能藥盒。大家有冇遇過呢種情況？身體已經好唔舒服嘅時候，仲要記住食幾多藥，又要按時食藥，真係好麻煩。如果呢個時候一唔小心食錯藥，就好大鑊㗎啦。因為咁，病人就會出現各種不良反應，輕則減慢康復進度，重則頭暈、嘔心，甚至有即時入院嘅可能。根據政府2021年嘅調查顯示，本港有超過150萬名65歲以上長者，而當中超過80%長者患有至少一種長期病患。可想而知，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為咗解決呢種情況，我哋特登製作咗 RFID 智能藥盒，唔單止減低病人唔跟醫生指示嘅機會，仲可以提升醫院派藥嘅效率。智能藥盒係一款結合多項電子科技嘅創新產品，旨在提升藥物管理嘅便利性同埋安全性。藥盒內置多功能探測器，可以實時檢測盒內嘅濕度同埋溫度，確保藥物儲存環境穩定，避免藥物因為受潮或者溫度變化而變質。另外，藥盒配備咗音訊提醒同埋智能識別燈光系統，可以根據設定好嘅時間提醒病人按時服藥，有效防止咗因為漏服藥物而引發嘅健康問題。藥盒嘅核心設計之一係藥物蛋夾系統，結合 RFID 技術，醫護人員只需更換預先裝載好嘅藥物蛋夾，便可以將藥物資訊，包括藥物劑量同埋服藥時間等，自動傳送到病人嘅手機應用程式。呢個設計唔單止簡化咗醫護人員嘅工作流程，仲大幅減少咗向病人解釋服藥資訊嘅時間，提升咗整體效率。智能藥盒透過藍牙同病人手機上嘅專屬應用程式連接，實現無縫數據同步。當藥盒內嘅 RFID 系統掃描藥物蛋夾上嘅標籤之後，系統會自動讀取蛋夾內嘅藥物資訊，並且同安全性極高嘅政府藥物資料庫進行配對。配對資料包括藥物詳細資訊、服藥記錄同埋藥物劑量等，確保資料嘅準確性同埋安全性。基於呢一啲資料，系統可以自動計算服藥間隔時間，並且喺藥盒上設置服藥倒數計時，提醒病人按時服藥。病人亦都無需要前往醫院完成繁瑣嘅手續，就可以直接獲取藥物同埋藥盒，大幅提升咗便利性。另外，手機應用程式亦都支援同病人監護人設備同步，令監護人可以隨時掌握病人嘅服藥情況，進一步確保病人唔會漏服藥物或者中斷治療，實現更全面嘅健康管理。至於私隱安全方面，我哋為咗確保病人嘅私隱安全，採用咗去中心化嘅管理模式，資料唔會上傳到網絡雲端，而係全程加密儲存喺個人嘅手機終端。智能藥盒亦都唔會保存任何嘅病人資訊，大大減低咗智能藥盒被入侵而導致嘅病人資料洩漏風險。另外，手機亦都配備有生物識別系統，例如指紋同埋虹膜認證，加埋資料加密技術，確保手機只會喺病人授權嘅情況底下進行數據傳輸，從而保障咗病人嘅私隱。對於有人擔心 RFID 可能會受其他射頻嘅干擾，我哋亦都做咗2個抗干擾嘅設計。第一，我哋喺藥盒內安裝咗金屬鍍膜，金屬鍍膜可以作為物理屏障，吸收外界進入智能藥盒嘅射頻，從而避免 RFID 俾外界射頻影響導致嘅失靈。第二，我哋嘅智能藥盒採用咗智能濾波系統，搭載咗 TDOA 定位演算法，大大減少咗波頻受干擾嘅可能，確保咗資料嘅精準傳輸。多謝大家收睇我哋對 RFID 智能藥盒嘅介紹。呢一款創新產品唔單止可以幫助長者同埋長期病患更加安全方便咁樣服用藥物，仲提升咗醫護人員嘅工作效率。希望呢一項設計可以令大家更加便利同埋安全咁樣生活。我代表天主教普照中學 PCCSS， 多謝大家嘅收看。